萬點都好過以前嘅39萬㗎啦，係咪？係低咗啲啊嘛。咁變咗你要補償出去嘅時候咧，係唔需要咁多錢嘅。佢亦都知道中小微企嘅困難啊，我哋嘅負擔能力係有限，同埋咧都唔能夠因為做某嘢出嚟咧，影響中小微企個生存空間，同埋整個經濟嘅競爭能力同埋個發展機會嘅。由39萬降到20萬嗰度咧，其實係佢早期喺一啲寫文章嘅時候咧有提到。咁其實今日就冇一啲具體一啲方案咧係講咗出嚟。不過即係好清晰嘅咧就係局長認為咧呢一個強積金對沖咧係佢而家一個即係辣手嘅問題，係需要咧係同勞工界同埋我哋商界咧，以至咧即係社會咧係一共同去解決嘅。